自2024年4月25日，每日成安宫读经，犯罪以后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51篇第19、19节。上帝啊，你的听袂改变，求你怜悯我。你有丰盛的慈爱，求你撤销我的罪过，将我洗除我一切的罪，洗清我的罪恶。我知家己的过失，我的罪过不时伫我目睭前。我有得罪你，只有得罪你。我有做你看做邪恶的代志，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，受你责罚是应该。我伫母胎就有罪，出世迄日就是罪人。你以爱的是内心诚实，求你教示我，互我心内有真正的智慧。求你洗清我的罪，互我清气。求你甲我洗清气，互我比雪较白。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，互你拍喙的骨头通欢喜快乐。求你黄面无看我的罪，求你撤销我一切的罪恶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，求你使我心阁忠诚的心灵。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，毋通对我收回你圣的神。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，互我的心灵愿意顺服你。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犯过失的人，互罪人通归向你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免除我的死罪，互我通大声称赞你的拯救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喙，我要称赞你。你无爱成礼，若爱我欢喜献。我若献烧化祭，你嘛无欢喜。上帝啊，你所爱的祭是痛悔的心灵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欢喜接纳。上帝啊，求你用慈爱好款待錫安，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。迄时，你要接纳合宜的圣礼，全副的烧化祭，人要将牛犅献伫你的祭坛。犯罪以后，囡仔，毋管安怎软弱，罪恶感安怎深重，你我永远是上帝的囝儿，毋通袂记得即个身份。世间无啥物身份比身为上帝的儿女搁较重要。撒旦试图爱你袂记得即个身份，爱你远离上帝，但是请你毋通受骗，搁较毋通搁再靠家己，因为无任何一个人通靠家己赢过试探，咱简单会当倚靠上帝。这是写互一个深受罪恶感之苦的朋友的话，鼓励伊勇敢认罪悔改，领受上帝的赦免，搁倚靠上帝，远离撒旦的诱惑。诗篇51篇是大卫和拔示巴同房犯罪，互先知拿单责备之后所写的忏悔诗。面对罪的诱惑，人总是对家己真有把握，自认为无可能陷入伫罪恶的漩涡。总是人往往伫犯罪了后，才懊悔当初为虾米无警醒。大卫就是安尼。对大卫的祈祷中，通看到伊上迫切的祈求，就是希望上帝宽赦伊的罪。伊情绪恳切讲：求你撤销我的罪过，求
求你洗清我一切的罪，求你洗除我的罪，互我清气。求你甲我洗清气，互我比洗较白。搁求上帝，互伊重新体会救恩的喜乐。当咱得罪人，检采也有机会认错，补偿对方的损失。总是咱若得罪上帝，要安怎做，才会当得到上帝赦免呢？代表首先做是认罪，为何爱向上帝认罪？敢讲上帝毋知代表做了甚物歹代志，是吗？因为只有认罪，人才会当得到赦免，也只有认罪，才会当互人恢复甲上帝的关系。假使先知拿单无去责备大笔，大笔是毋是就通逃之夭夭，掠做无人知影就通煞煞去？事实甲咱讲，上帝绝对袂安尼放伊煞，伊绝对袂掠有罪的做无罪。上帝吩咐拿单去指责大笔，反正是互大笔认罪悔改的机会。若无，人真容易掠做暗中做的歹代，既然无人知晓，那安尼就通将错就错，继续活踮欺骗甲表里不一的生活中。我老爸过去捌饲猪，有一遍，伊要去饲猪的时，发现6只猪对猪条走出去。老爸为着甲猪赶转去，大声是使用蛮力，总是试几遍拢无效。后来，伊想到一个方法，就是甲猪饲了养点涂骹，对猪条内面开始沿路养放点逃走的猪仔附近。过无偌久，猪仔闻到饲料的香味，纷纷走去食，接续一路食到猪条内。最后，老爸轻松就甲即阵逃走的猪拢关入去猪条内。有时阵做幼伙就亲像安尼，一开始总是用无明显的方式引诱，互人一步一步踏入陷阱。当人拄到诱惑，一开始可能会感觉无妨发现就好，但是不知不觉就落入罪的落网。咱必须时常保持警醒，才会当避免落入罪的试探。透过规律的灵修，互上帝的话光照咱，知影家己的软弱，搁专心倚靠上帝，才袂跌到犯罪。默想，人伫什么情况下容易受诱惑？我是毋是逐日用时间反省家己？人伫什么情况下容易受诱惑？我是毋是逐日用时间反省家己？咱做伙来祈祷，怜悯人的上帝，求你用你的话光照我，差遣圣神帮助我，互我知影家己的软弱，搁会勇敢认罪悔改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